台语教育即马因为国家政策推动，已经是正做学校的课程。其中这体育嘛是教育的一部分。说讲台湾的母语联盟，就头一届甲木球运动合作，伫咧台湾办全台语的营队，希望互囡仔甲社会大众会当认捌这项运动。伫咧过程当中，因阁会哪讲木球，哪讲专业的台语词，培养囡仔运动兴趣。高门。过门有你3岁。手提球锤姿势徛好势，看好准则讲，因目标要比谁人用上少间过门，看起来简单，毋过一个无细腻，控制无好就出界，就要搁加一间。真侪囡仔头一届接触到讲木球，拢感觉足新鲜。蛮有趣的，一开始拍了无介好，毋过后来愈拍愈好，感觉是一个真好的运动。木球运动是台湾本土发明的，目前已经推展到54个国家。不过这是台湾母语联盟头届甲母语结合运动来办营队，教囡仔讲木球的台语词类。教育毋是干那讲教咱囡仔读册，体育嘛是教育的一个真要紧的部分啊。这部分准来讲，咱拢会当用台语来讲，安尼咱就当然对要互台语会当伫咱的生活中佫保存落去。伊的意义更加重要。你若对什么有兴趣的时阵，你会开较侪时间。囡仔为细汉就熟悉这木球，对这木球未来的发展，伊一定足有机会代表咱台湾代表队出去外口甲人比赛。带囡仔到球场，哪耍木球，哪讲母语，挑选过程中有出锤，这个全新的体验，互因留下难忘的回忆。台湾母语联盟理事长罗功成表示，那各种运动拢会再发展一套台语的讲法，安尼台语会让正做主流佮实用的语言。记者的新闻台南采访报道。